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？有些70多岁的长辈，每天早上还能健步如飞，爬楼梯、散步都不成问题。但是有些60岁出头的人，却已经双腿发软，走路颤抖，甚至下楼梯都要扶着扶手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摔倒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其实这不是年纪的问题，而是早晨习惯的问题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医学上非常关键的概念：早晨2小时黄金窗口。在你起床后的这2个小时里，如果你没有补充正确的营养，你的腿部肌肉就会开始悄悄地分解。你可能感觉不到，但是日积月累，你的双腿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力，越来越容易疲劳。我在台中的诊所里遇过一位陈阿姨，68岁，她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下楼梯都会发抖，腿软得不得了，我是不是老了？”我仔细问了她的饮食习惯，发现她每天早上都只喝1杯黑咖啡，不吃任何东西。她以为这样可以保持身材，结果反而让肌肉流失得更快。我告诉她：“陈阿姨，这不是年纪的问题，而是早晨的习惯。”后来我教她一个简单的早餐组合，她持续吃了3个月。现在她不但可以自己爬楼梯，还每天早上去公园快走1小时。你想知道她做了什么改变吗？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完整的跟你分享这个秘。只要一个简单的早晨习惯，就能稳住你的双腿，让你60岁、70岁甚至80岁都能走得稳，站得直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接收来自我们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。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上数字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分解状态。这个专业术语叫做异化作用，英文叫做 catabolism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在你睡觉的那7到8个小时里，你的身体没有进食，没有营养补给，所以当你一醒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自己的肌肉来提供能量。这就像一辆车子，如果油箱空了，它就会开始烧掉车身的零件来维持运转。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吧？如果你早上起床后还是不吃早餐，或者只喝1杯咖啡、1杯茶，那你的肌肉就会继续被分解。久而久之，你的腿力就会越来越差，走路容易累，站久了会发抖，甚至会出现头晕的情况。那要怎么办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在起床后的2个小时内补充正确的营养。这个营养组合必须包含3个关键元素。第一，优质蛋白质，用来修复和建造肌肉。第二，微量营养素，像是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D、钙质、钾离子，这些都是维持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的重要元素。第三，好的脂肪，尤其是 Omega-3， 可以减少慢性发炎，保护你的关节和肌肉。当你吃对了这3样东西，你的身体就会从分解模式切换到修复模式。你的肌肉不但不会流失，还会慢慢的恢复力量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5种超级食物，这5种食物就像5个组合模块，你可以在家里轻松准备，只要在早晨的2个小时内吃下去，就能启动你身体的修复开关。现在我要跟你分享第1种超级食物。第1种超级食物是全熟蛋。小小1颗鸡蛋，却是肌肉修复的完整配方。很多人吃鸡蛋，只吃蛋白，不吃蛋黄，因为他们怕胆固醇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。蛋黄里面藏着最重要的营养素。首先是白氨酸，英文叫做 leucine，
这是一种氨基酸，专门用来启动肌肉合成的开关。如果你只吃蛋白，不吃蛋黄，你就错过了这个关键营养。其次是维生素 B12， 这是神经系统运作的燃料。如果你缺乏 B12， 你的腿会容易麻木、无力，甚至会出现走路不稳的情况。再来是维生素 D， 这是帮助钙质吸收的关键，也是维持肌肉力量的重要元素。最后是胆碱，英文叫做 choline， 这是大脑跟肌肉沟通的桥梁。如果你缺乏胆碱，你的肌肉反应会变慢，协调性会变差。这些营养素全部都集中在蛋黄里。我在嘉义的诊所有一位林伯伯，72岁，他以前也是怕胆固醇，每天只吃蛋白，不吃蛋黄，结果他的腿力越来越差，走路越来越慢，连去市场买菜都觉得累。后来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2颗全熟蛋，包括蛋黄。他一开始很担心，但是我跟他解释了最新的研究。对大部分人来说，食物中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提高血液中的胆固醇。他试了3个月，结果不但胆固醇没有升高，腿力反而明显改善了。现在他每天早上都能骑脚踏车去市场，完全不会觉得累。那要怎么煮全熟蛋呢？方法很简单，第一步，把鸡蛋放进冷水里，水要盖过鸡蛋。第二步，开中火，煮到水滚之后，转小火，再煮8到10分钟。第三步，关火候，立刻把鸡蛋捞起来，放进冰水里冷却。这样煮出来的鸡蛋，蛋黄是完全凝固的，但不会太浅，口感刚刚好。有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想要促进消化，可以在吃鸡蛋的时候加一点苹果醋。苹果醋可以帮助胃酸分泌，让蛋白质更容易被吸收。另外，你可以把全熟蛋搭配酪梨或小黄瓜一起吃，这样可以增强胆碱的吸收效果。记住，每天2颗全熟蛋喂，你的双腿打下稳定基础。第二种超级食物是燕麦跟奇亚籽的组合。为什么要把这2种食物放在一起呢？因为它们的功能是互补的。燕麦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纤维，叫做贝塔葡聚糖，英文叫做 beta-glucan。这个种纤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抗慢性发炎。什么是慢性发炎？就是你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低度发炎的状态，这种发炎会慢慢的破坏你的肌肉、关节、血管。很多老年人的腿部僵硬、疼痛，其实都跟慢性发炎有关。而燕麦就是一个天然的抗发炎食物。除此之外，燕麦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能够缓慢释放能量，不像白米饭、白面包，吃下去血糖马上飙高，然后又马上掉下来，让你一下子有精神，一下子又累得不行。燕麦的能量释放是稳定的，可以让你整个早上都维持良好的体力。再来说说奇亚籽。奇亚籽虽然小小一颗，但是营养密度非常高，它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可以减少关节发炎，保护你的膝盖和脚踝。此外，奇亚籽还含有大量的钙质和钾离子，钙质是维持骨骼强度的关键，钾离子则是预防肌肉抽筋的重要元素。那要怎么煮燕麦呢？方法很简单。第一步，用温水把燕麦泡10分钟，让它软化。第二步，把燕麦放进锅子里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开小火慢慢煮。第三步，在煮好的最后1分钟，加入1汤匙的奇亚籽，搅拌均匀。这样煮出来的燕麦粥口感绵密，营养丰富。如果你早上赶时间没办法现煮，你也可以前一天晚上准备隔夜燕麦。做法更简单，把燕麦、奇亚籽、牛奶或豆浆
全部放进一个罐子里，搅拌均匀，放进冰箱。第二天早上，你就有一碗冰凉、营养的燕麦粥可以吃了。你可以加一些天然的调味料，像是肉桂粉、蓝莓或者姜片，增加风味。我建议你持续吃3个星期，你会发现走路更稳、更久，不累。第三种超级食物是略青的香蕉。你没听错，是略青的香蕉，不是熟透的香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香蕉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，含有一种特殊的淀粉，叫做抗性淀粉，英文叫做 resistant starch。这种淀粉，你的小肠没办法完全消化，它会直接进入大肠，成为肠道好菌的食物。当你的肠道健康，你的免疫系统就会更强，慢性发炎就会减少，你的肌肉修复能力也会变好。除此之外，略青的香蕉还含有丰富的钾离子。钾离子是维持神经传导的关键元素。如果你缺乏钾离子，你的肌肉会容易抽筋，神经传导会变慢，你会觉得腿部僵硬不灵活。还有维生素 B6， 这是帮助蛋白质代谢的重要维生素。如果你早上吃了鸡蛋，再配上一根略青的香蕉，维生素 B6 就会帮助你的身体更有效地利用鸡蛋里的蛋白质。那熟透的香蕉不好吗？不是说不好，而是说熟透的香蕉糖分太高，血糖会升得比较快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我们更需要稳定的血糖，而不是大起大落。所以我建议你选择略青的香蕉，也就是表皮还有一点绿色，摸起来硬硬的那要怎么吃呢？你可以把略青的香蕉切片，配上希腊优格一起吃。你也可以把它加进燕麦粥里，增加口感和营养。有一个小技巧，剥香蕉的时候，不要从上面的蒂头剥，而是从底部剥，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白色纤维。很多人会把这些白色纤维剥掉，觉得口感不好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些白色纤维其实是肠道的黄金燃料，它们含有丰富的益生元，可以帮助肠道好菌生长，改善你的消化功能。记住，每天半根略青香蕉，稳定神经传导，减少成僵硬。第四种超级食物是希腊优格。为什么我特别推荐希腊优格，而不是一般的优格呢？因为希腊优格的蛋白质含量是一般优格的2倍。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？当你早上醒来，你的身体处于异化作用，也就是分解状态。这个时候，你需要补充蛋白质来阻止肌肉流失。而希腊优格里的蛋白质主要是酪蛋白，英文叫做 casein。酪蛋白是一种缓释蛋白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会慢慢的被消化，慢慢的释放氨基酸到你的血液里，持续的供应你的肌肉修复所需的原料。这就像是一个长效的营养补给站，可以让你整个上午都维持良好的肌肉状态。除了蛋白质，希腊优格还含有丰富的钙质。钙质不只是对骨骼重要，对肌肉收缩也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缺乏钙质，你的肌肉会容易痉挛无力。还有维生素 D， 这是帮助钙质吸收的关键。很多老年人虽然吃了很多钙片，但是骨质还是流失，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D。另外，希腊优格还含有活性益生菌，可以改善你的肠道健康。肠道健康了，营养吸收就会更好，免疫力也会更强。那要怎么吃希腊优格呢？我的建议是，每天早上吃一杯无糖的希腊优格，大概200克左右，加上半根略青的香蕉，切片放在优格上面，再撒一些坚果，像是核桃、杏仁，增加好的脂肪和口感。有一个小技巧，很多人会直接从冰箱拿出优格就吃，但是我建议你把优格放在室温下5到10分钟再吃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冰冷的食物会让你的肠胃收缩，不利于消化，而且当优格稍微回温，里面的益生菌会更活跃，对你的肠道更有帮助。还有一个应用方式，你可以用希腊优格代替美乃滋当作抹酱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把希腊优格抹在全麦面包上，加上小黄瓜、番茄、水煮蛋，做成一个健康的早餐三明治。这样既营养又美味，而且热量比用美乃滋低很多。记住，这是每天早晨的无声教练，默默修复你的腿力。第5种超级食物是鲑鱼和其他油性鱼类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，早餐吃鱼？是的，在很多国家，像是日本、北欧，早餐吃鱼是很常见的习惯。为什么我要特别推荐鲑鱼呢？因为鲑鱼含有非常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尤其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脂肪酸有非常强大的抗发炎功能。我们的关节、肌肉每天都在使用，每天都有微小的损伤。如果这些损伤没有及时修复，就会累积成慢性发炎，导致疼痛、僵硬、无力。而 Omega-3 就是专门修复这些细胞损伤的，它可以减少关节发炎，减少肌肉僵硬，提升神经协调能力。除此之外，鲑鱼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。维生素 B12 是神经系统的燃料，如果你缺乏 B12，你的腿会容易麻木、刺痛、走路不稳。维生素 D 则是加强神经肌肉传导的关键。很多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D 不足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。那要怎么准备鲑鱼呢？方法有很多种，最简单的就是用平底锅煎，把鲑鱼切成小块，用橄榄油稍微煎一下，加一点盐和黑胡椒，就很好吃了。你也可以用清蒸的方式保留更多的营养，把鲑鱼放在蒸笼里，加一点柠檬片、香草、姜片，蒸8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早上真的没时间，你也可以用罐头鲑鱼，选择水煮的，不要选油渍的。把罐头鲑鱼打开，拌进希腊优格里，加一点柠檬汁、黑胡椒，抹在全麦面包上，就是一个非常营养的早餐。我建议你每周至少吃2到3次鲑鱼或其他油性鱼类，像是蒸鱼、沙丁鱼，这些鱼类的 Omega-3 含量都非常高，而且价格也比较亲民。有一个小技巧，烹钓鱼的时候加一点橄榄油、柠檬、香草、姜片，可以去腥，也可以增加抗氧化的效果。坚持2个星期，你会发现走上楼梯不再气喘，双腿更有力量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我们今天讲了早晨2小时黄金窗口的重要性。在你起床后的这2个小时里，如果你补充正确的营养，你就可以启动身体的修复开关，阻止肌肉流失，让你的双腿恢复力量。我们也分享了5种超级食物。第一，全熟蛋提供完整的氨基酸和胆碱。第2，燕麦和奇亚籽抗发炎，稳定能量。第3，略轻的香蕉补充钾离子，稳定神经传导。第4，希腊优格提供缓释蛋白质和益生菌。第5，鲑鱼和油性鱼类提供 Omega-3 修复细胞。这5种食物你不需要每天全部都吃，但是你可以选择其中3到4种组合成你的早餐模块。我的建议是全熟蛋2颗，配上1碗燕麦粥，加上半根略轻的香蕉，1杯希腊优格，每周再吃2到3次。鲑鱼这样的早餐组合不但营养完整，而且制作简单，不会花你太多时间。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请试试看，连续7天按照我今天分享的方式
吃早餐。7天之后，你自己去感觉，看看你的腿有多不同，你会发现走路更稳了，爬楼梯不会喘了，站久了也不会发抖了。如果你身边有年纪大一点的家人、朋友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因为很多老年人的腿力退化病，不是因为年纪，而是因为早晨的习惯不对。只要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，就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。最后，我想送给你一句话：每一个早晨都是照顾双腿的新起点。不要小看每天早上的这一餐，它可能是决定你未来10年、20年能不能健康行动的关键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